这是啥呢？对啊，这间就是专门卖制服的所在。红色的、小的那个呐。对啊，迄是运动衫。先生嘛吼，对啊，一年啊，可以清者啦。你咧试穿者无？敢袂使？看叫小可大领，小可大领哦。我给你甲清落，我给。你要弄者无？会使弄，你甲清者我去。你家己弄哦。溜了啦。来，叫你照镜。我看小可大照镜者，较大领美女会当搁穿啊。啊对，没有错。安尼会使无？啊，伊这啊，就是你裤子若袂落来就好，袂溜落来就好对你吧？管你要看下小疼啊，甲弄起来。啊，你衫扭起来就我家己比一下，安尼会使无？会使。你看你照镜者，阿嬷帮你看一下。可能较低。嗯。这上少爱两套。套，两套。你穿新的制服就代表你要一年啊呢，你有足期待无？有啊。那你要等咧？长远哦，等下讲较慢些再买。等到寒人的时阵才买长远的，因为你到寒人时你会搁晾寒，晾寒迄阵才来买适合你的寸袖，安尼敢好？好。好。多谢。多谢啊！多谢。哦，好棒哦，讲啊遮好。家己拍。安尼，咱等下搁要去后一个所在呢。对啊，爱去文具店食。哇，你看物件有够济。哇！咱来细细看看，好不？妈咪，你看这种夹的这个多耶。这是啥物型？这是翻麦。翻麦型。有这种挂的敢好？好。搁爱需要啥物嘞？我去边看。好，笑伫对。遐有球找看嘛，我感觉。你要对一种？对。这就等下你的笔扣啊，刚放下落。是这袂无？强亮的。好。鉛筆糊啊，色紙。白狗啊，狗啊，这得当安尼一个，嘛当安尼录啊。好，我这得当个物件量起，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个啊。七行就这样呢。会当算小阿妈？会使。会使啊。好，咱摕到头边面哦。足够的呢。哇，谢谢。多谢。社会讲台语，色纸，制服，裤啊，遮互你照镜，